我们交通部统计的结果哈，违规跟肇事率的发生哈，以机老酒为前3名。那机就是机车主，老就是高龄75岁的长辈，那酒就是酒后驾车。那这3个族群是目前我们台湾肇事率最高，而且伤亡的发生率也最高的3个族群。会总共上16个小时的课程，其中包含10个小时的术科课程，那6小时的学科课程，内容包含交通法规、法律驾驶的观念、驾驶道德、车辆的构造及修护常识。那我们的补助期间呢，就是从今年的109年1月1号到11月30日止，只要进驾训班学习，那并且在11月30日前取得驾照，就可以领取1300的补助费用。使我学到很多，因为在一些知识上，我们可能是没有那么注意去听到的，像是我们要与机车还有汽机车都是要有一定的距离，不然会被吸入那个，因为它会有一股力道会把你吸入那边，你可能会造成危险情况。然后还有家人，如果有一些比较不是那么会开车的话，那其实他可以再去上1次课，不然的话，其实他可能也是交通安全上的一个隐藏上的危机。这一次的演讲真的让我学到很多，比如说什么，现在机车上面还是会有很多人用什么防风手套，其实这还是会阻挡到一些什么操作上的，比如说龙头会卡住什么之类的，所以还是回家的时候会叫，比如说阿嬷或者是什么家人，还是要对这方面有多多注意。然后机车上，比如说什么带东西上面，还是有一定的规定，所以真的要小心。还有。